镜头来菲律宾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伊任内时有掠毒品，严格防批评讲伊的执法是伤粗残、手段伤过头，尾也造成几千人死亡。国际刑事法院有发布甲伊逮捕的逮捕令。11早起，伊对香港坐飞机登去菲律宾的时，伫机场互警方掠去。 当地时间11早起9点20分，杜特地一行人为香港坐飞机登去马尼拉机场的时阵，检察总长对伊提出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逮捕令，理由是伊任内的扫毒行动牵涉到危害人类罪。警察随伊羁押送去马尼拉的空军基地，过程也引起一寡动乱。杜特地的律师甲现任副总统的查某囝拢化冤枉，支持者嘛表达不满。Mayado galit po ako. Tanda na po ni Tatay Digong. Tsaka hindi niya po yun deserve. Kasi yung ginawa niya para po yun sa Pilipinas. 杜特地现年79岁，2016年至2022年担任菲律宾总统，以强硬的政治风格、粗鲁的言论正出名。任内发动强烈扫毒作战，要求军警对卖毒的头人、毒贩啊、甲食毒的严格执法，造成真侪人乌白杀人、甲私刑、谋杀、甲冤案事件，佮影响真侪无辜的民众、记者甲律师死亡，引起国际关心甲压力，伊佮强硬地对台。Make no doubt about it. If you destroy the generation of Filipinos coming up to replace us, I will kill you. Simple as that. 官方统计扫毒行动至少造成6000多人死亡，人权团体估计实际数字是加几多倍。国际刑事法院 ICC 对进行真侪年的危害人类罪调查，合理相信伊有犯罪证据，才发出逮捕令。内容说明，杜特地卸任了后，也是有真大的权力，会当干涉调查甲威胁证人以及受害者，所以必须甲伊逮捕，安尼嘛会当确保伊会出庭受审。 伫回国进前，杜特地甲伊的查某囝萨拉伫香港为5月的期中选举伫做事，真侪回国移工出席大会。当时对于 ICC 发出逮捕令，杜特地讲家己一切拢是为国家，若说因被逮捕加紧家己，伊原来会接受。 杜特地政府2019年已经提出国际刑事法院，现任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未主动协助 ICC 的调查，不过若是逮捕令发出来是未阻止。目前杜特地的查某囝甲小马可斯的关系真歹，国派危险、贪污等真侪项罪名，面临弹劾。杜特地家族支持者是讲，这拢是政治迫害。公司新闻，社会中编译。